女人是这家银行 VIP 中 P 的大客户，因此她也有专门的接待员。可当看到对方佩戴着胶皮白手套，她心里突然慌得一批。再次醒来，她发现除了刚才的接待员，还有另外一个男人正在拖拽着她。她拼命祈求对方放了自己，但换来的是对方准备就绪的注射针剂。眼看针剂慢慢就要靠近自己的大白脖子，她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不过也就在这一刻，她爆发扭转了局势。逐渐恢复清醒的他，不敢相信是自己造成的这一切。可看到双手因电击产生的胶着状物质后，让他突然联想起了昨晚发生的恐怖事件。大雨不断冲刷的夜晚，爱丽丝在街上苏醒，而身边却杂乱有序地躺着8名尸体，他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戴着白色橡胶手套。吓破胆的他第一反应就是没命的奔跑，可他又不知道该逃去哪里，因为他现在大脑一片空白，甚至都不记得自己姓什么。于是用身上仅有的钱就近在旅馆租了一个房间。进房间后，他先是用椅子顶住房门，再划上门锁，这样内心才多少有些放松。随后将冰块倒在床上，自己躺在上面，从而缓解身体的疼痛。之后看到脱下的衣服里有一封信，那是失忆前的自己特意留给他的忠告。信里提到他被不知身份的人追杀，并且他早就猜到自己将会失去记忆，于是给现在的自己留下2把银行保险箱的钥匙。蓝色钥匙的保险箱里有他新的身份，而红色钥匙的保险箱里有他过去的所有信息。一个是崭新阳光的未来，另一个是危险重重的过去。他把这个选择的权利留给现在的自己。第二天，爱丽丝在服装店顺了一套衣服，再次回到了昨晚的案发现场。昨晚的惊悚场景又在脑海里浮现，趁警方还没发现他便赶紧撤离，但爱丽丝却浑然不知，隶属英国政府名为奇魁的变种人组织中的琳达似乎已经猜到了凶手是谁。逃离现场的爱丽丝来到银行，她最终选择了蓝色钥匙，准备迎接新的身份。结果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爱丽丝制服了2人后，竟随手先掏出了红色钥匙，里面有一把手枪和一个档案袋。正当她还想打开蓝色保险箱的时候，刚才的接待员居然没死透，并缓缓向桌子下的警报器爬去。没办法，他只好放弃了蓝色保险箱。就这样，爱丽丝还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脱身。公交车上，他打开了档案袋，里面有一个平板和一个带有地址的钥匙。根据上面的地址，他来到一家酒店的房间，确定没有危险后，爱丽丝拿出平板查看。视频里的自己告诉他，房间里还有间密室，里面不仅完全隔音，并且还有独立的网络。虽然空间不大，但紧急时一人躲避还是绰绰有余。通过电脑上的视频，爱丽丝才真正了解到自己的过去。原来她也是秘密组织奇魁中的一员，因为自己的超能力太过强大，才遭到专门贩卖变种人的财团追杀，而身后墙上的人都是他的同事。说到这儿，他还特意强调，同事中就隐藏着要置自己于死地的人。此时门外突然来了访客，没想到正是奇魁的领导琳达。他很确定房间里有人，无奈之下，爱丽丝只好给他开门。奇怪的是，他对爱丽丝失忆的事并没有感到惊讶。他一边收拾着爱丽丝穿过的衣服，一边劝她明天继续回总部上班，不然很快就会有更多的人知道他昨晚的经历。随后又拿出一片药递给爱丽丝，并说这是他平时用来克制狂躁症的药。Now I realize that this must be terrifying for you, but I am not actually a stranger. I've known you half your life. Will you trust me on this one thing, please? 然后琳达便放心的离开，但爱丽丝却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吐出了刚才的那片药。之后他继续往下观看视频。其实爱丽丝在失忆前似乎发现了政府中不可告人的惊天秘密，但在视频里又没有明确说是什么。